高雄228。1945年，日本昭和20年，是台湾在日本时代的上尾档。第2摆的世界大战，日本战败，在台湾的日本军队甲日本人，拢予人赶返去家己的国家。美国为主的联军决定予中华民国政府暂时代理台湾，代表接受日本的投降。真侪台湾人民讲，听讲中华民国要来台湾，毋知日子敢会较好过。台湾人真鼓意，用办喜事的心情来欢迎中华民国政府。毋过，欢迎的布条啊，煞甲中华民国的国旗印倒边。无偌久，台湾人就发现中华民国派来的人，不管是官员还是兵仔，毋但水准低、素质歹，而且佫定定压迫吞大台湾人，规个社会环境变甲真恶的生存。你敢知影遐个中国兵仔外合？知影，因叫是水着头插落去壁面，就有水就水咧。毋那安尼，因阁世界糟蹋咱台湾人，袂输咱欠人诶。就是讲，生活得咧袂得过啊，有影伤过分。1947年2月27日，台北发生中国人甲台湾人的冲突事件。公卫局的中国官员要掠未私分的人，毋过靠说伊有权力乌白拍人，甲摆摊的人拍着伤，佮开枪拍死边仔的人。1947年2月28日，台北的人民做伙走起，要求中国官员爱掠凶手出来办，互台湾人一个交代。迄阵，伫台湾上大的中国官员陈仪，毋但无要掠凶手，佮颠倒派军队伫台北进行武力镇压，命令中国兵仔四界杀咱台湾人。消息真紧，就传到全台湾，真侪学生佮民众长期互中国人欺负，佮听到即阵代，拢真不满，心狂火倒。就安尼嘛，对中国政府开始自我防卫、反抗暴政。迄当时，中华民国伫东亚大陆甲共产党当伫相战，所摆因要求伫台湾遮爱进行高压控制。1947年3月3日，代志影响到高雄市区。高雄的民众甲政府官员、警察、宪兵等等开始起冲突。迄天暗时，高雄人甲其他所在的台湾人同款，开始四界找找遐个平常时做恶做毒的中国官员。上时，逐间学校的学校长拢有分三角正奖，互好的中国教职人员，甲因保护。1947年3月7日，高雄第一中学甲其他学校的学生，拢家己组织自卫队。乡中自卫队佮甲中国籍的老师集中伫第一中学的仓库里，照顾因的安全。1947年3月7日，为着避免代志愈来愈严重，高雄市市议员甲地方有名有力的人，伫即天成立高雄228事件处理委员会。高雄228事件处理委员会推派代表，要甲高雄要塞司令彭孟启参详。哪会知伊表面上假无意要参详，事实是挑故意拖时间。私底下派人计划要开战。1947年3月7日早起，
高雄228事件处理委员会推派市长等7个人到茶山的高雄要塞司令部，甲彭孟启见面参详。会议还未开始，就变讲有人要抬伊，甲全部的人抓起来，为手甲其中4个人枪杀处死，剩的人嘛，互人关起来。指挥兵啊，分3路出兵，一路为市政府去，一路为火车头去，一路为第一中学去。伊阁通知凤山的21师军队出兵斗拍。军队到市政府了后，遂甲大门围起来，用机关枪往内底所有的人开枪扫射，弹手榴弹。高雄228事件处理委员会的委员甲市民，足侪拢互因弹死。当日暗，甲过灯光早起，佮继续拍灭伫地下室甲外口附近的民众，尸体甲火满世界。另外一路的军队来到火车头，伫遐等车落车的人赶紧四界走避，一寡人匿伫地下道内底，军队煞对地下道扫射，内底无辜的台湾人拢总绝开。连查人、细汉囡仔嘛同款。阁有一路的军队来到第一中学，竟然开炮拍学校，想要攻击学生。好佳在乡中自卫队听到风声，感觉无可能的赢已经胜利开啊！毋过过当天，中国兵仔阁去抢附近3块厝的民众，害死侪人。世界拢听会到中国军队的枪声，因看到人就开枪。有的人秘伫爱河里去互人弹死，有的人互人抬死了后，阁互中国兵仔等落去爱河里。爱河大桥边到出海口，拢染做红色的。过1、2天，才开始有人敢出门找家己亲人的尸体。1947年5月初5，彭孟启因为镇压有功劳，互人升做台湾的警备司令。228事件年，高雄是全台湾上早去互军队大屠杀的所在，死伤不止啊严重。高雄第一中学是一间去互军队拍的学校，到今阁看会到迄阵留伫壁顶的空。伫这几天，是高雄人，嘛是台湾人一段足黑暗、足心痛的历史。228事件是伫台湾历史上一件死伤真侪、影响台湾人运命嘛足深的事件。对高雄人来讲，月初6是恐怖的大屠杀，接续佮开始几十天的白色恐怖时期，相关的代志佮声音，拢互人消失去啊！做一个台湾人，尤其是高雄人，更加袂使毋知这个重要的过去，了解历史，面对过去，才通避免未来，佮去行同款的路。